开心对着镜头挥手打招呼，接着开始弹奏古筝。张阳任的爸爸每天都会帮儿子录影，传给南营民族乐团团长杨正安，从来没有一天缺席。岂料这次的录影竟是最后一次。时间回到5月20日，一对夫妻在玉井老街散步，却遭到一台轿车暴冲撞上。张阳任爸爸伤重不治，妈妈则仍在医院接受治疗，留下27岁的大男孩。阳任只有6岁的智商，但他眼睛讲的是无烦无乐。原本幸福的家庭被撞得支离破碎。南营民族乐团团长杨正安在与亲属恳谈之后，决定站出来帮助他们。阿嬷就跟舅舅商量好之后，他们就说好。我想要这样做，是因为我们这个乐团从我成立以来，我们就是一个公益演艺团队，所有的收入都要上报，所有的收入都是要就是做公益啊。所以我问过了，就是这一块我们比较没有问题。那在丧葬的部分，公所还是会继续协助他的丧葬事宜。那在妈妈现在是住在医院，那现在意识是清楚，但是他还是要有一些手术上的治疗。当地的玉井区公所表示，因受害者户籍还在台中，目前先协助寻求社会资源帮忙，未来有需要也会协助转介台中公部门协助。面对外界涌入的善款，家属低调表示，还是要等住院的妈妈恢复之后才可以处理，也再次对外界表达感谢。谢谢你们的关心，祝大家都平安。毕竟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是最没有资格放弃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带他走出来不然的话他就会很孤单。还不是很能理解生死问题的大男孩，这段时间还是每天努力的练习古筝。过去父母承诺永不放弃孩子的这段影片，如今看到更令人鼻酸。记者收怀谈的报道。